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，我是阿明张伟民。2020年总统大选就剩无到150天，国民党提名这个总统参选人嘛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哦，最近是风波不断。按照讲咧，伊向逼资料伫国外拍麻将，不过咧韩国瑜讲哦，伊做市长以来无拍过一场的麻将哦。韩国瑜最近哦，如果讲民进党用到国家机器，家咧监控。蔡总统是回讲哦，卖牵拖啦。针对着伊个人的这个道德哦，高雄市政这个问题，以及国民党党内分裂等等难题，面对着郭台铭、王金平、甲柯文哲可能会整合，嘛是对这个国民党极大影响。今日台湾新闻界台湾大代志，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。这部电影邀请到3位来宾要做回来对话，第一位是国民党的立委林立祥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是立委你好。第二位邀请到这台湾基金发言人严明伟。嗨，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第三位邀请到真理大学法律系教授哦，这个吴金钦教授你好。大家好。首先，咱就来请教立委啊。是。咱国民党内哦，最近是乌云大雾啦吼，所以即阵咱这个内底这个气氛是安怎？阮感觉啦吼，其实咱好天要到啊啦，咱讲的乌云过，就是有好天嘛。这乌云吼，我嘛感觉讲，这嘛是足济，尤其是蔡英文规个团队，拢咧针对韩国瑜，不管是行政院，还是副院长，即马全部你若要找副院长，单机麦。高雄就找有啊，咱做高雄找，所以呢，咱嘛唔知影当时行政院的副院长是团结定咧高雄啦吼。咱转来讲吼，其实风雨不断啦吼，咱常讲的风雨啦、民调嘛好，咱今日咧看，今日咱节目嘛提出来的民调嘛。我看过民调吼，我认为其实这几个月来啦吼，民调就那海波浪咧，浪若来的时阵吼。或许啦，迄民调可能会较加一丝丝啊。迄每一个浪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是感觉吼，民调是会使做参考，嘛无一定讲吼，确实民调就是安尼啦吼。因为韩国瑜咱嘛唔知影，旧年的即马咱嘛唔知影伊会选总统，这嘛共款嘛。旧年的即马咱嘛唔知影伊的民调会遮尔啊悬。所以呢，我是感觉民调是一种参考啦。我过来是讲吼，规个国民党大家，因为我是感觉，因为提名才开始完整，所以呢，韩国瑜其实吼，伊为什么会遮尔啊高的支持，希望伊来选总统？咱知影吼，这几当来，规个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吼，不管是属农工商，大家拢咧发，真正是足歹趁钱啊。所以呢，才会因为安尼。才有韩国瑜这波浪起来嘛，这海浪吼嘛爱有起风，嘛爱有规个酝酿，才有海波浪嘛。所以呢，这浪已经起来了后，伊有法度代表国民党来提名了后，我希望的是伊的团队未来要提出的是什么政见。未来要为台湾百姓，不管是经济嘛好，还是少年人嘛好，还是咱的少子化嘛好，伊政见是要安怎提出来？我感觉这较重要啦。这就是咱讲的好天。不过咱要讲好天，国民党的好天要来，台湾的好天有无？其实咱咧回过来讲，头先位嘛有讲到啦吼，讲到行政院长、副院长哦，单机摆伫做定一个高雄，但是咱嘛要问讲，韩国瑜伊会使选总统，伫桃园啦走来走去，其实嘛是要面对着这个选民的这个质疑。高雄市民就要问啊，高雄敢真正自1、2、4了后，有真正好过日？咱先请教台湾基建这个严明伟。我想吼，因为我是伫高雄大汉，伫高雄读册，伫高雄咧工课。少年家，所以我做了解高雄的状况。我看着讲，其实高雄即摆问题，其实无论是高雄是无变好天。我想国民党的好天绝对毋是台湾人民的好天。你的好天会造成台湾人即摆亲像高雄人共款。韩国瑜执政做市长的时阵，伊互高雄人受苦。咱望所有台湾的人民莫选伊做总统的原因是，伊会互全台湾人民受苦。是安怎呢？譬如讲。你讲谈到迄个咱这国民党的立委有讲到讲趁钱拼经济，大家拢知影讲即马做歹过，但是讲即马数字出来写甲清清楚楚。韩国瑜执政的时阵，咱看来讲即个招商次数，咱看来招商次数，
咱高雄是招商导电的次数上侪呢，是偌济1530间。第二名咧，第二名我念台中，台中嘛是上，嘛是国民党，偌济间哎，他卖一档啦。 800多间。啊所以讲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其实拼经济，莫囥伫喙上。你拼经济毋是讲尔，所有韩国瑜咧讲的物件拢是讲尔。譬如讲，韩国瑜伊住伫对，譬如讲，伊住伫高铁站行路差不多10分钟的所在，啊，伊要塞车去高雄市政府要偌久？30分钟呢。你着要坐高铁去选举嘛，你着要坐高铁去你全台湾拍走嘛，走港嘛，走选嘛。你距离你的这个市长的这个管地，市政管地咱查过，其实行路塞车10分钟就会当到咱市政府啊。是安怎韩国瑜即马根本就是无心伫咱高雄的市政嘛，所以倒地着做侪，你像风灾嘛是共款，你像大落雨也是做侪问题。其实韩国瑜并无用心伫咱高雄的市政顶悬。咱先莫讲伊我中国，先莫讲伊这个做人袂使，讲话袂使。伊根本连做一个高雄市长的资格拢无法度，所以我感觉这是非常可怜的所在啊！其实这嘛是国民党可怜所在，因为即马国民党已经变做是一个国语党啊，韩国瑜党啊，所以讲我看着讲，其实国民党安尼规个人拢入去，咱国民党规个即个党务的系统规拢入去，其实即马就是国语党。所以咱等下再回过头过来讨论，就是讲这个韩国瑜啦吼，市长要选总统，伊的这个角色是什么？咱现主先来看讲，其实韩国瑜哦，讲一人咧抹黑伊啦吼，而且咧这个监察院哦公布的这个政治现金啊，过去咧是咱国民党家己这个立委哦蔡正元，伊是讲这个4000万哦，到底是有收入这个落地内底去啦吼，啊韩国瑜伊是气不过，伊讲我无收这条钱啦，嘛搁再强调讲，若有证明吼。确实，伊即马现主席已经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啦吼，但是伊嘛是，若是真正有收，伊是愿意来退出这个政党。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参观妇婴科大的长照中心，就算游戏的时，讲伊定定互人抹黑，因为最近不管党内也是党外，拢有人在攻击伊。伊也嘛中央政府执意也抗伊拍麻将的相片是国家机器伫咧操作。那2张照片的画术非常清楚，那是专业照相机。是有朋友提醒我，我才惊觉哦，这不是一般手机照的。我当然希望不要这样，国家机器、国家的资源不要这样滥用，一路这样盯着高雄市市长，目的何在？韩国瑜讲蔡英文要拼连任，爱宣传伊的政绩，毋是答韩国瑜内定有外交。韩国瑜也受到党内幼稚的放话，监察伊拄公布的选举小目，有人质疑前立委蔡正元讲伊有收4000万，哪会无款？韩国瑜听落是规巴肚好，讲伊要是共款迄句，伊若有摕4000万，就算伊代表国民党选总统，也会退出政坛。我说我有收这4000万，我退出政坛，忘了吗？要继续黑韩国瑜吗？3、4个月前我讲过，我收了这笔钱，我退出政坛。今天我再说一遍，我退出政坛，听清楚了吗？韩国瑜强调，选举小目写的面膜、高粱拢是民众管的，毋是伊家己买。希望大家莫误会。啊，若国民党要是真挺韩国瑜出来选总统，原本风声韩国瑜暂时无上白甲5吨机见面，走漏风声煞来取消。2人检察的17到高雄见面，讨论选举无安怎来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针对这个过去的这个前立委蔡正元，伊是咧逼资料讲这个4000万这个问题到底是有收啊无收啦吼？啊，这回咱看到这个韩国瑜伊是讲，若有收啦，我绝对退出政坛，是连续讲几来届啦吼。啊，其实咱看伊遐尔气噗噗这个问题，但是这问题是国民党家己弹出来内部，所以内部有人反对伊吗？其实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伊已经讲几啊遍啦，伊头拄则嘛讲，其实为3个月前伊已经说明啊，所以我感觉吼，这讲转来，不管是安那，你若有证据，你司法单位会使去查嘛。咱足侪单位，即摆民进党为中央到地方，足侪拢是因的人嘛，会使去查嘛。其实吼，我是感觉吼，你咧讲迄内部安怎？其实我是感觉吼，伊家己已经一直讲啊，讲无。所以呢，我嘛是感觉讲吼，你若有问题，会使去查。是啦，这是司法单位也好，还是其他单位也好，但是国民党内部经立委蔡正元伊的这个角色，面对着亲像内部真侪逼资料，其实
安尼看起来拢是国民党内部家己逼出来呢？其实我唔知影吼，到底因之间的迄经济要安怎往来？对我来讲，其实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董树林都已经说明甲遮清楚啊。所以，咱若有怀疑，不管内部还是外部，咱会使交互司法单位嘛。中华民国有司法嘛？是。是。所以咱咧请教就是咱的法律会这个教授啦，王教授，你安看这回吼，这个韩国瑜已经宣布。讲，若是我真正有需，我就退出政坛。就是先讲这个政治现金法啦吼。我一直认为讲吼，这个法吼是咧防君子不防小人。然后是讲，为什么来讲吼？我先讲一下吼，即摆吼，监察院公布的这个去年选举的迄个政治现金吼，伊是伫个乃至以市长来讲的话，应该是8个月进行，就是讲法律政治现金法规定讲吼，8个月进行你会使开。政治现金专户来接受捐款吼，即摆问题就是讲吼，即摆申报的是即段时间，若一个头前的咧，即摆是无的吼。虽然讲吼，若无伫咧即个政治现金的捐款期间，你共收政治现金，即摆吼是有刑罚的。毋过吼，即摆因为吼，你毋是因为你毋是伫咧政治现金的捐款迄个期间的时阵吼，你根本都毋是候选人啊，所以讲吼，迄虽然讲法律有安尼规定，毋过毋捌用过啦吼，所以讲先讲，就是讲即摆讲的是即段尔。即个期间是安怎算啊？即个期间以外的讲的，即摆法律是管袂掉的啦吼。好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讲吼，即摆本来啊吼，伫咧去年的4月进前吼，政党吼用伊家己的候选人吼。迄个上限吼无规定，吼，咱即马这一本原来政治现金法对于个人啊、企业啊要捐款，拢有一个上限。毋过伫咧去年4月进前是无的，因为安尼无合理嘛，吼，所以讲去年4月时阵，立法院就修法嘛，修法讲吼，你若即个政党吼要捐钱哦，你家己的太阳总统，那就是2500万，直辖市场是那就300万，吼。好即摆问题是讲，你若超过这个部分呢，伊的法律效果是啥物？伊的法律效果吼，其讲诶嘛袂刑罚呢。伊的效果是讲吼，你若去用查到讲，你政党吼超过咱讲直辖市场300万的话，我罚你2倍。讲假设若真正有这4000万啦，我罚2倍，吼相关罚2倍，安尼尔。吼，伊嘛毋是刑事问题哦，吼，所以讲即摆就一个真大的问题啊，讲第一个当然要先查明讲到底有这4000万无，吼，这是重点。即个韩市长来讲，伊无迄个义务讲，我爱证明讲我有啊无，因为这是矛盾的。咱伫咧刑事法有一个叫做不自证己罪，你免去证明讲你家己有啊无。你要证明人是谁？是指控你的人。指控你的有可能是谁？哦，可能去告发人。告发的对象，咱即马因为咧申报迄个政治现金的是监察院。好，即马你监察院若认为有问题，好，你会使去问嘛。哦，你问的时阵要问谁？当然要问当事人。上重要是问国民党。哦，问国民党的时阵，咱用讲国民党人讲歹回答，老实讲伊嘛未刑罚啦，伊就是6万加120万的罚款，伊个嘛毋是刑罚啦，所以讲。监察院吼要介入这个要查清楚这有这4000万的，我感觉是有困难啦，基本上无可能啦吼。好即摆问题是讲若无可能的时阵，都要有司法机关上检察官吼来调查。毋过即摆这一个问题啦吼，就算讲吼诚信吼有这个4000万你无去申报，这老实讲嘛毋是刑法的问题咩？除非讲吼，这个听的人吼，甲你这个未来亲友讲吼，我用你这4000万。我后摆你有啥物工程，你按我，有对价性，这就是贪污罪的问题。这当然检察官会查，毋过这若是单纯讲，就是4000万无申报，这种毋是刑法的问题。检察官你老实讲，除有有真充分的证据，无可能讲去调查讲这4000万到底是有着啥物有着对于来啦。吼，所以讲，我讲这4000万吼，今摆来讲，既然吼有争议，至少啦，监察院你家己吼。爱主动去利用吼政治性行业的权利啦吼，去约询相关的这个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韩市长甚至包括会计师吼，拢会使去韩行去问啦安尼尔。为咱继续来先看吼，监察院这个政治现金啊吼，咱先对着这个高雄的这个候选人啊吼，就是议事进前吼，陈其迈甲韩国瑜，这咱所经历的这个部分，咱先来看吼，陈其迈伊实际这个支出哦是
178万吼，收入是6542万，啊，最少这个部分636万，伊家己去吸收啦吼。啊，毋过嘛爱受质疑的，就是讲有远东集团吼5间企业所拢总有500万的这个政治现金。啊，咱看韩国瑜的这个部分，伊过去是讲伊一罐矿泉水、一碗卤肉饭来拍选举，毋过咧，伊实际这个支出哦超过1亿啦吼，1亿1400万。哦，这尔济，啊，收入是拢总是1亿2900万，收入是差不多是1500万左右啦吼。啊，毋过伊即阵有讲啦吼，1500万这个有剩的这个部分是要做公益的这个部分。咱搁看吼，支出有44万是这个酒类，头拄仔嘛有回讲啦，伊这是这个支持者送伊这个部分，这是伊家己嘛有讲过。毋过爱受人这个。检察的这个观察的就是这个市府这个观光局长哦，潘恒旭，伊捌做过这个总经理，这个旭创意有7条这个钱啦吼，拄好是2000万，咱就先来一条一条来看吼。头拄只，咱有讲这个收入的部分，其实收入有这个1.29亿，1亿2900万，但是所扣掉这个支出，1亿这个1400万，也够1500万啊。咱嘛有看到这个新闻，伊讲伊已经要关出来，啊已经关500万去啊。毋过咱要问的就是讲，这个酒类也好啦，也是讲这个潘恒旭，这个旭创意有7笔是2000万。头拄仔咱讲这个对价关系是有啊无这个部分，其实因为迄当阵潘恒旭的伊帮伊有算这个操盘啦吼，啊嘛对着这个后壁，伊个有任着观光局长这个职务，啊其实你安怎看？国民党安怎看？其实吼，咱来看。规个政治现金这代志啦吼，其实韩国瑜到尾啊来吼，其实咱嘛知影，伊到尾啊来嘛讲，伊已经有够啊，表示当初伊的名声甲伊的声浪绝对比陈其迈悬介济咧。咱看这政治现金就知影，好，伊咧花的是一罐矿泉水，一碗卤肉饭的概念是什么？伊花的就是卡塔切地，甲一般的绑装的选举无共款。伊花的是，咱看的是，迄乌倒摆安尼缀咧后壁做伙行，这就是甲一般的选举无共款。大家嘛莫小骗啦，大家拢有选过举，咱嘛知影选举其实吼嘛足侪观光公司咧甲足侪候选人咧。甲伊规划，咧甲伊拍广告，咧甲伊下广告，咱讲较歹听的，拢有。所以呢，潘恒旭当初伊家己有公司，只要伊所承包的物件是合法的，我感觉这嘛无啥物好讲。咱嘛会使去看卖啊！这全部的候选人足侪的物件拢有交观光公司，观光公司嘛，敢讲无？除非讲你全台湾敢若伊有尔，我感觉吼，所以莫怪韩国瑜的感觉讲吼，大家拢针对伊，这是伊个人的感受。所以在我听来，我嘛感觉，大家拢有互观光公司去做广告，去政治现金互观光公司甲你做包装，这嘛是足世常的代志嘛。是，所以咱过来看啦，就是讲，因为这个选举本早就像这个立委这个。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啊，真正是无人去发包啦吼去做，但是咱要搁讲就讲，这回这个韩国瑜这个政治现金，其实安尼公布出来，对伊其实是有着伤啊哦。咱来看，其实这个民调来看，伊这个风波了后，政治现金这条搁出来，所以人其实会认为讲，你甲这个利益的牵涉，其实分袂清楚啦。其实咱先请这个民委来发言。其实我感觉讲吼，咱看吼，到底一碗卤肉饭爱偌济钱啊？韩国瑜一碗卤肉饭差不多爱1亿，这一种概念而已。1亿外啊，这种概念吼，谈到咱委员讲的这个概念叫做传统。一碗卤肉饭，伊甲伊形容叫做卡达实地。我请问各位观众朋友，啥物叫做一碗？这就叫做卡达实地。我是认为讲啦，这就是。伊用错误的包装，甚至是讲白贼话的方式来对着选民来讲，大家拢讲这是包装，但是我感觉讲这是真罕的、真罕过的一件代志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其实咱看韩国瑜，其实，我顶摆我伫台北的时阵，我有去街访我到底大家民众对韩国瑜的想法到底是啥？因为咱少年家都想要知影。我访问到一个老阿嬷，这老阿嬷我问讲，阿嬷你平常时拢看倒是台？中天，啊！你感觉讲
韩国瑜安怎？伊讲哦，做好啊，袂歹袂歹，我都支持伊啊。啊，我讲啊，你是安怎讨厌民进党？伊讲啊，因为蔡政府拢抽佣，拢是分赃的结构。啊，咱来看潘恒旭是以这个起笔的这个2000几万的这个，拢是广告费用，拢是互这个潘恒旭的这个广告公司包去，是毋是抽佣？因为伊煞来搁做观光局长呢，伊煞来搁做这个高雄市的观光局长，是不是抽佣？是不是从我的意思是讲拢家己人嘛？就是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批评蔡英文政府，还是你批评民进党，还是你批评本土政权的方式，是毋是爱套用伫咱韩国路顶管？莫逐工拢讲伊是一年尔，伊甲做无偌久，拜托是的啊，拜托伊是小学生呢，伊是查甫囡仔吗？所以讲，我感觉大家人对韩国路的宽容，大家人对韩国路的这个忍耐。想到无法度套用伫其他代志顶管，大家拢替伊找话咧讲，大家人拢替伊找即个借口咧讲，到底我是感觉讲这是真含的代志，就是韩国瑜代表的，就是讲台湾政治的即个责任，台湾政治的道德，其实拢规个拢帮盘。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教授啦，就是讲这回咱拄有讲到这个政治现变，虽然这个敢参与这个公布，但是实际若是要有调查权，爱甲这个司法的单位，你安怎看讲哦？这个对价的这个关系，有对价关系无？这袂使讲对价关系啦，因为咱咧讲吼，刑法的对价关系是针对贪污对价，是这毋是啦吼，因为这就是因为我一直强调讲，咱即摆政治现金法吼，真正是黄君子啊吼，伊实际的作用无讲介大。你像讲吼，我即摆竞选机会要倒一间公司去包，这是候选人伊家己的自由呢。咱政治现在袂去规范这个部分。你要求你就是讲，你若去包厢，你就该支出，你就列上去，而且你要有凭证，你又要提出凭证，你就够啊。所以讲我讲政治现金法，基本上为什么叫做道德条款？原因就是伫遮。啊，佮上重要就是讲吼，这个选举的经费吼，为什么拢遮悬吼？那以前吼，伫个2007年进前吼。咱对于迄个选举经费，拢有一个上限的限制，你超过有法啦。啊，毋过吼，迄阵啊，立法院就讨论讲，啊，你有迄个上限的时阵吼，大家都拄啊报甲迄个上限下底，麻，啊，你反而咧鼓励吼，大家不实申报，所以讲来甲伊取消掉啊。所以讲变成讲吼，即摆老实讲吼。即摆即个君子条款就愈道德啊啦，所以讲这钱吼要安怎来，要安怎去吼，老实讲吼，即摆政治现金法，你若我就提出一个凭证，一个文件证明，安尼就好啊。是。啊，老实讲吼，你若讲要进一步讲吼，你包这个人吼，因为这就是足吊诡的代志啦吼。你摆这个钱，你摆这个政治现金专户啊，算上下，这个钱算上下。政治现金法里面虽然无明文，老实讲，是我的呢。啊，我的我要安怎用？老实讲是我的代志。啊是警察安怎？警察讲，因为你要出来选，你这个钱是大家钱。政治现金法就跟你讲，你袂使乱用，安尼啊。在实质上，迄钱嘛是伊的，所以讲你要有多几间公司，所以讲伊毋是国家，伊毋是公机关，所以讲伊嘛无啥物政府采购法，讲我要公开招标有谁，迄嘛无种代志。伊老是讲标有谁就是互谁，伊我就提出证明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讲我是讲吼，趁个机会哦，嘛袂使针对韩市长的啦，老实讲啦。你这个吼，无关系，什么拢共款，尤其是明年要总统选举啊，我感觉大家拢共款，大家拢变出来看，安尼较对。你若讲真正要查，我讲袂使针对性。要查，大家查，大家看，大家有啥物？你两个感觉讲，虽然讲无违法，啊，毋过吼，确实你要做一个市长，甚至可能是未来总统的人，你可能有这个道德上，可能咱有指责的地方，啊，你就大家拢提出来看嘛。是，因为只一个人。即阵韩国瑜真正是高雄市长要选总统，所以这个标准大家真正真足看。是，所以咱继续来看讲，因为最近啊是争议不断的这个新闻，咱有经历着吼8月13号迄当阵的风台天啦吼，台南是停班停课，但是韩国瑜迄当阵是无宣布着高雄停班停课，但是这咱嘛使讨论，因为有影就是对着这个气象局这个资料，因也是无讲要来停班停课，这嘛是伊这个首长伊这个决定啦吼。啊，但是真侪人是这个撩水去上班啦，啊，其中呢佫有一名这个骑机车的这个查某人士吼，去互水流去，啊，颠倒是这过身安尼吼，啊，家属是要求来国赔啦吼。啊，第二个是这个基
警察哦，巡岗这个负责公安的这个部分哦，引起着这个医院环境哦强烈这个反感啦。啊，第三点就是咱头拄仔嘛讲的，就是讲伫国外拍麻将啦吼，但是伊讲过去咧任市长以来，一场麻将都无拍过。啊，随去用这个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哦，甲扇喙皮，伊讲咧，伫巴厘岛有这个拍麻将这个相片，啊，现主席伊头拄则嘛讲，这个相片是专业的哦，所以这个摄影甲我翕起来哦，所以这是有这个国家机器咧甲我监控，但是咱就要继续来问讲。伊个去用批评讲，这个杨秋兴就讲啊，伊现主席现在进行式哦 ，ING 啥小三啦、啉酒啦、夜店啦吼，所以这部分咱拢要好好来讨论，好好来检视一下。咱先来看讲吼，咱立委啦，你安怎看讲少年耍这个争议？第一个是咱高雄市民有一个人过身去，啊，第二个是拍麻将，啊，第三个是这个杨秋兴，嘛是咱东来这个优质啦。虽然讲伊现主席去用开除。当职啦，对，当职啦吼，所以你安怎看讲这少年线伊的这个争议？其实吼，咱转来看规个风台吼，安尼发生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有人已经牺牲啊，我是感觉讲，规个市政府应该去检讨啦吼，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，规个咱的迄防水机制，为依照安尼。就是依照市长，是，我们的那个局长啊，对局长啊，咧开始到今嘛，咱一寡风水的都为做无好的，其实我感觉爱好好来检讨一遍，因为伊就任啊无到一年，咱知影吼做防水。不是1-2个月，也不是1-2年，这是爱久长的。所以规个风水，我是感觉吼，市长嘛是规个已经有咧整理啊吼。不过真侪人要讨论到讲，因为伊旧年要选举的时阵，就是高雄市淹大水的时阵，就是讲哦，局长这个做无好，但是大家望伊是要好好来做。不过我必须爱讲啦吼，好好啊做嘛是爱互因淡薄因的团队淡薄时间，是包括咱因副市长有认为一个嘛是专家的，所以我嘛知影。因拢即马足认真咧针对风水的。过来，你讲吼，其实伊拍麻将嘛有讲，其实我有看迄相片。其实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甲厝的人出去休困度假，甲厝的家庭，啊，大家伫遐坐咧谈散，坐咧谈散，坐咧消遣时间。其实吼，或许对伊来说法，迄毋是咧博缴，迄毋是咧博缴。迄真正毋是咧博缴，所以媒体咧问伊，伊会回答会讲，我做市长以来无咧博麻将，无咧博缴，所以我会感觉，我看迄张相片，就是厝的人嘛有某嘛有查某囝，嘛有足好的朋友是书法，啊做伙伫遐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对伊来讲，他的潜意识里面都无感觉迄咧博缴，所以伊才会回答安尼。所以呢，他也已经有讲啦，就是家庭。之中会谈散嘛，这其实吼足济，可能咱大家吼爱落去地方吼，我有时啊吼去庙口，甚至去学校边啊，都看到阿公阿嬷咧谈散、咧拍麻将、咧去红点，这拢有啊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在他的潜意识里面，无感觉这是咧博缴。有影，但是咱搁回头问啦，就是讲即阵，亲像拍麻将。这等等问题，咱个讲这过去，伊可能这个杨秋兴批评的，拢是对伊来讲可能也无要紧啦。但是伊作为一个参选人，总统的参选人，伊这个个人道德问题是爱互检验的。咱来看吼，这个国民党前立委啦，前中评委陈鸿昌哦，伊伫这个庙头前致辞的时阵，是安怎批评国民党的这个韩国瑜？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。前几日啦，伫咧总统蔡英文参访罗州英联市的时阵，公庙现任的主委陈鸿昌，伊嘛是国民党的前立委加现任的中常委，说伫咧致辞的时阵，批评共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，讲韩国瑜的轰动行为，互伊唔知影安怎教囝。怎么可以批评一个整天打麻将、整天吃喝玩乐、可以抱女人、可以当总统？那以后我也要这样。陈鸿昌的批评指出，大家拢小心去询问韩国瑜，才无得到正面的回答。想那我们怎么看？好，谢谢。除了啉酒加入式的批评，韩国瑜最近佮爆出拍麻将的相片，市长入来无拍过麻将的承诺，才互人质疑。也毋过韩国瑜煞以这是国家机器的感受来回应。
对此，总统蔡英文讲，韩国瑜不应该牵拖。我觉得这件事情韩市长应该好好的回答人民对他的质疑了哈，那诚恳的面对了哈，倒也是不要牵拖了。伫咧和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，韩国瑜的丑闻一件一件爆出，对伊的总统之路恐惊会造成真大的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虽然讲挺韩国瑜啦，学韩国瑜的拢有啦，但是咱要来看讲，这个争议，韩国瑜要安怎一来面对，这是伊现主是上重要这个工课。咱来看讲，咱所有这个经历这个伊的立场吼是安怎？咱有经历到韩国瑜对着这个争议，伊讲伊较早是温良恭俭让，即摆绝对无要搁让啦吼。伊讲为着整个这个台湾社会，伊真正要伊开始常怀菩萨心，但是要用这个霹雳手。哇，这个手段要起手势，就先甲你压落地啊吼。第二个讲啥？咱的政坛一直这个有真侪抹黑，唔免负责任，唔免这个政府的这个歪风啦吼。咱国民党的中常会伊常常讲，选举期间的爱严格这个执行这个党纪啊吼，尤其是这个污蔑党的这个参选人的人吼，爱随开除党籍。前高雄县长杨秋兴，伊是讲咧，国民党总统提名人，这个韩国瑜甲李运大同篇啦吼，背道而驰啦吼，小伤心啦吼。伊若是伊无贤人呐，嘛这个不信也不睦啦吼，这是用李运大同篇来讲的。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中评委员啦吼，陈鸿昌就是咱头拄这个镜头顶看到的，这个讲规工拍麻将，个这后壁咱就卖问啊，咱卖讲啦，伊头拄有讲过，这我嘛歹势讲，咱继续来请教。这个发言人啊吼，就是讲，咱安尼看，咱头拄这个立委嘛有讲到，其实对着韩国瑜来讲，其实伊讲这是这个潜意识可能是无拍一场麻将啦吼，但是咱嘛讲过，拄则蔡英文总统其实若是面对着这个问题，嘛是爱互公开检验，伊嘛坐届，韩国瑜嘛坐届，针对蔡英文总统就是公开检验，但是咱要搁问韩国瑜敢袂堪你人检验？我其实感觉讲吼，拍麻将无问题。问题是出伫你讲你当选做市长以后，拢无拍过麻将，这个问题才是假嘛。问题是讲你讲白惨嘛，意思是讲你拍麻将，甲厝内民人做伙啊，大家人拍麻将是一个动头壳的一个算讲是大家人做伙的一个活动。但是你今仔日的问题是出伫讲，你讲你做市长以后。拢无拍过麻将，所以我感觉问题是出伫遮，包括着咱即个大户，互高雄市的一个桥多摆的即个查某，伊规个人往生去、过身去。我其实感觉讲，这是会当避免的代志，这毋是无法度避免。我感觉讲，譬如讲风台天，你韩国瑜市长你是走去倒位，你规工无看到人，咱苏院长。地动的时阵，马上爬起来，敲电话讲，即摆咱来处理即摆状况到底是安怎？所以我感觉讲，大家人拢会当，所有代志拢会当检验。但是讲无敲电话，新闻有出来啊，你可以查。嘿，我意思是讲，你爱出来，吼，你了解讲，你密的啊，高雄我也无看到你啊。我意思是安尼，我意思是讲，其实吼，我认为吼，因为韩国瑜你要选总统啊，你逐工啉酒，其实啉酒袂要紧，但是讲吼，这个牵涉到吼，是你身体健康的问题。身体健康吼，你啉酒对肝无好啦，对肝无好，容易疲劳，所以讲你看伊讲话的时阵，其实定定袂记哩，也是讲伊啥物讲伊潜意识，也是我有诶无。其实我感觉讲吼，这其实牵涉到毋是政治人物的道德尔。你若是要做即个台湾的政治领导者的话，其实这牵涉到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哦，讲较认真的话哦。你若是讲规个国家机械机器咧监督你，这啥物意思？拜托。规个国家用国家资源监督的是中国，是社会信用的制度，是社会信用的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你做啥物代志扣分？你酒驾弄死啦！韩国瑜你有无？你扣分啊！你讲白贼扣分无？扣分啊！所以讲，其实用规个国家的机器咧监督的。是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的时阵，韩国瑜你根本就扣分就扣了啊！你有加分的所在啊，加分所在就是你喷墨，你去亲中嘛，你讲中国政府做搞做厉害，安尼你就加分。所以讲，其实吼，咱若是讲咱即个社会信用制度，
甲韩国瑜放伫个下骹吼，咱想来看韩国瑜会当扣几分啊？是。头先讲到这个中国这个信用系统，伊是拄这个1000分开始啦吼，增减，但是咱搁讲倒来，就是讲因为这个中国因素嘛有啦吼，啊，咱等下会搁讨论到这个模仿这个部分，因为咱讲有这个中国代理人的这个问题，啊，其实这个中视这个社论嘛讲足济，咱要继续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。你安怎看讲这回韩国瑜哦，伊这个起手势，伊就讲温良恭俭让，再也不让啊，无要搁让啊啦吼。但是咱这阵网络顶哦，真侪人咧讲，又要鼓了，鼓就是狗啦吼。伊即马进前我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社论，伊是讲这个执政党啊吼。真爱告人，但是这回咱看到这个韩国瑜，伊嘛是赶紧要告，但是告人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讲要告吼，当然是大家权利啦吼啊，尤其是选举吼愈接近吼，我想吼，尤其是即马网络时代啦吼，哇，什么消息拢有啦吼，啊，你若无伫第一时间做反应吼，可能唔知伊后壁会安怎啦吼。啊，我要强调的是讲吼，即马即个时代吼，要选总统，毋是咧选圣人啦。哦，毋过吼，你若要出来选的人吼，你拢爱并出来啦吼，你祖宗八代差不多拢爱并啦吼。我想这是不可避免啦吼。啊，即摆问题是讲，咱到底咱想要什么样的总统啦？吼，啊，这是来做歹讲的啦吼。我举一个例啦吼，就是讲即摆美国总统 Trump 哦，这个为例啊。老实讲，伊伫个选举的期间，伊的风花水月。多不多？拢用逼出来咧。哦，拢用逼出来咧，啊，佫有性骚扰诶。是。哦，所以讲甚至有诶案例已经是直指唔干那性骚扰啊，有性侵害的问题啊吼。毋过后来伊当选啊，你讲伊当选的时阵，今年4月的时阵吼，迄个美国迄个穆勒，就是迄个 special prosecutor 吼，特别检察官，这个穆勒伊嘛2年的调查吼，伊针对川普吼到底有迄通俄门这个部分有甲。这个俄罗斯吼有了无吼，啊嘛结束啊，注意哦，伊调查唔是这的代志哦，伊调查是啥？伊调查是讲到底伫个伊的竞选期间，俄罗斯这边是不是用资讯战来帮助伊当选？安尼吼，这就是啊，毋过因为这穆勒讲吼，无证据啦，啊毋过无证据伊嘛无罪啦，所以讲伊强调的嘛是甲国家有关，国家安全有关系，吼你讲。国家头前，国家杀一个吼，差不多克林顿啦，吼，克林顿吼，伊伫咧第2任的时阵，就面临迄个伊甲迄个实习生吼，刘文斯基这个性丑闻，啊，有2件的这个被指控是性骚扰，吼，啊，伫咧大陪审团，美国迄大陪审团就是咧起诉的吼，伊家己作伪证，吼，伊这的代志吼。嘛是特别检察你去甲调查了吼，伊这吼佫比川普这佫较进一步，伊这伫咧众议院有弹劾吼，啊毋过伫咧参议院无过啦吼，所以啊毋过咱事后对克林顿的评价是啥？哦，啊老实讲，咱来看啦吼，是好较侪，所以讲咱真正真歹讲吼，到底要选去总统啦？啊，你若佫往前推一个尼克森好啊啦，吼，迄水门案件这个吼，你若讲吼，这3个总统吼。伫道德上来讲啦吼，多一个吼比较好一点，一定是尼克森。哦，尼克森伊是律师，伊算一个穷苦人家，伊迄花生农的孩子吼，啊嘛真善，啊都努力，啊都去上伯克莱罗斯库，啊都做律师，啊来做总统吼，啊伊的生活嘛做规律的，甲头前迄两个是完全无共款。啊毋过伊后来伊咱用这个职权甘听嘛，吼，发生这个水门案下台嘛，所以讲咱比较一个咱实在真歹讲啦吼，因为总统这个位吼，虽然讲足重要的吼，啊毋过吼，因为伊是全国性的，所以讲吼伊。尤其是即摆这个网络时代吼，每个人都有其他的偏爱。你若讲这个拍麻将这张相片来讲来好啦吼，若讲吼，迄韩粉艺人就是讲，这都跟阮兜共款啊，阮过日过节拍一个麻将啊，这无怪伊就是庶民总统，啊毋过吼，若是。这黑汉的别安怎讲？做一个总统咱会使拍麻将，含无算钱嘛袂使吼。所以讲你这种这个时代就是台湾已经多元社会啦吼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你若总统选举的时阵，你要出来选的人，你都要有迄个能耐去接受大家对你任何的指责啦。是啦，教授安尼讲嘛是有理啦，就是讲。选举其实是靠实力，虽然你只有这个个人道德的这个问题，但是你若选掉，你就是有宰掉嘛吼，这是选举实力的这个问题。但是要来过来看，国民党内部这个问题也够真济，也够拄到这个整合这个问题。
这个大选，这个还有郭台铭啦、郭文德啦、王金平这个革命这个合作哦，目前可能哦有伫18号伫咧桃园这个佛教这个活动，会当看到因三个人哦，这个郭台铭甲王金平啦两个人合体啦吼。啊，其实讲这个合作，今仔日还有传出，伊郭台铭甲这个王金平拢想要抢这个正位啦吼，想要做总统，拢超袂吧。但是这个郭文德是安怎讲的？咱来看今仔日这个新闻片段。2020总统大选，郭官王合作革命一直无确定。传出讲郭台铭甲王金平两个人为着什么人要做候选人，什么人要做副手，超袂拄好，和合作增加一寡变数。台北市长郭文德进前参加活动，去问讲郭台铭若无要选，敢要出来拼？郭文德嘛讲好，若无就安尼。去外界认为参选2020嘛是有可能的。目前郭台铭还是在这种平衡状态下最佳的一个平衡点嘛。那如果没有平衡点，再讲嘛，有发生就1，没有发生就是0。是比较适合当正的嘛，相较于王。不要这样问我啦，这个没有，其实是这样的，都可以合作的时候，谁当什么 position 反正不是那么重要。郭文德强调讲，为无重要，三方会当合作才是重点。针对郭官王会面，三方的幕僚会先举办会前会。目前三个人上有可能共大行程，就是8月18日桃园举办的世界佛教青年新家会的活动。啊，不过所有人讲，这个组织有统战的色彩。一定要开嘛，在哪里开？他们自己约时间，讲完以后来跟老板报告结果就好了。不急嘛，这个离礼拜天还很久。毕竟佛教还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宗教嘛，所以什么都有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宗教活动。面对2020的总统大选，郭官王的心中家己拢有拍算，三角的势力敢会当革命，影响哪里的选情，嘛变做2020上重要的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民党现主是上大这个问题哦，可能嘛是这个党内这个整合这个问题。咱来先看哦，这个咱所整理的这个上新的这个民调，咱有整理的这个彭国日报甲这个品观点这个民调啦吼。若是讲到蔡英文甲韩国瑜双人来对决吼，这个蔡英文现主是拢是比这个韩国瑜较悬哦，这是比较早十几礼拜来吼，这是这个蔡英文吼。开始咧赢这个所在，可能嘛是受到咱头拄有讲的这个争议的风波啦吼，尤其是嘛可能甲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有关系，对着蔡英文的态度也是好，也是这个韩国瑜的态度也是好，可能拢是这个选民会考虑的这个部分。咱看到苹果日报的这个部分是38.2，韩国瑜是35.4哦，这个是差不多差要2-3%的这个。部分啊，品观点这民调是8月12到13号吼，因所做出来是差要6%吼，这个部分是有差较济，所以咱阁来继续看讲，若是三卡拄哦蓝绿白这个部分吼，这也无甲这个郭台铭、王金平这个因素放入来，但是咱要继续来看讲，其实这拢是伫咧误差范围内底啦吼，29.55吼，甲这个韩国瑜的29吼，啊看到这个。品观点这民调是韩国瑜赢，但是这拢是误差范围内底。咱要来看讲，这回这个民调，蔡英文小可有这个领先，对国民党内部来看是安怎？其实吼，像我头先讲的，民调逐礼拜，甚至逐集民调拢一直出来。是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我较期待的是韩国瑜如何去整合。如何把伊的团队拍出来，才有迄民调的加分，才有开始往上啦吼。所以这部分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就爱看伊的智慧啊，爱看伊的智慧。但是面对着郭台铭也好，王金平也好，现主持因若讲，即阵因若是两个人有人来参选，因就是开除党籍。嘿，其实吼，即马即种。假属性的问题，我嘛无法度，因为伊即马不管是三个人要会面，还是要无列一个活动里面内底相拄面嘛好，只要其实吼，伊若较无讲着真正要做啥物，我是感觉讲吼，阮嘛是感觉讲，其实大家目标拢一个尔，要如何甲蔡英文扭落来，这才是阮国民党共同的目的。所以呢，这目的如何？达成呢，就爱看未来国民党党内的整合，看要安怎整合。所以你讲王金平还是郭台铭嘛是好，其实伊全部的想法嘛是咧想讲未来要安怎甲蔡英文扭落来，要安怎为台湾打拼。这或许啦哈，不管是韩国瑜还是王金平还是那个郭台铭其实拢共款，所以伊的目的拢共款，所以即马到即马，这两位
郭台铭甲王金平嘛，拢还未表态嘛，即马拢大家咧。咧摇啦吼，咧摇，大家咧摇来摇去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这咧摇的问题，咱袂使讲啊，确定拢安尼。也毋过吼，咱甲确定的代志，就是大家拢想要甲蔡英文救落来，这是确定的代志。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民委啦吼，安怎看讲这个民调蔡总统开始咧领先啊？其实我昨嘛有拄到一个记者啦，阮咧开讲，私底下开讲，其实因嘛感觉讲，其实因家己。就莫讲是倒一间啊，但是伊家己嘛讲，因迄间媒体嘛有家己做家己的民调，伊甲我讲，其实咱本土派啊，或者是咱绿色的，其实真危险。危险所在是讲，咱无论讲民调，其实做一个参考会使，但是讲咱看，若是讲两强对决的话，其实是蔡英文会可能会赢。但是我嘛感觉讲，咱即个台派也是独派人，咱千万袂当面对着即个草包的时阵，咱无法度，咱一定。袂使掉以轻心，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拄到三卡拄的时阵，其实看到真正是足危险，真危险啦。但是我要倒转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民调是安尼无毋对，咱即摆局势嘛是安尼无毋对，但是重点是讲你甲串门诱落来原因到底是啥？是因为做了无好吗？但是咱看讲，咱伫亚洲四小龙，咱美中贸易战内底，咱的经济 GDP 成长率是第一名呢。第二个，咱的即个因为美中贸易战，结果咱所赚的即个外汇存嘛增加呢，咱即个台商嘛转来投资呢，拄好唯一一个台商无转来投资，可能就是鸿海尔。嘿啊，我意思是讲，其实你中国国民党其实你甲蔡英文诱落来，意思是你要行中国路嘛。你无论是柯文哲你无论是。郭文哲，也是郭台铭，也是韩国瑜，也是王金平，恁就是拢要行中国路嘛？你就是要出卖台湾嘛？出卖台湾时阵，佮讲爱为台湾拍拼，佮讲你家己为着台湾人，为着台湾人幸福。其实我感觉讲这拢是讲袂过去。是，咱先来看讲今仔日啦吼，这个中国时报这个社论是安怎写的？伊讲柯文哲抹红这个手部啦吼，互啦这个人民唾弃啦吼。这个部分，咱来看讲，伊是安怎写？互咱危害的是柯文哲咧骂这个民进党的时阵，当时阵唔通袂记哩伊咧抹红别人吼，伊甲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个扣上红帽子啦，个连带指责韩国瑜是旺中集团的红媒，甲这个台湾的选民首长吼，必须要照这个红媒这个头家意见来发言的。这是这个柯文哲这一礼拜这个讲话的部分啊，讲到这个中国时报这个部分，但是第二段。咱无写出来，我念互大家听。伊讲吼，这个旺中媒体啦，会挺韩国瑜的这个原因哦，是认同，因为韩国瑜认同无色觉醒，会让徛伫台湾人较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立场。咱先请教立委，你安怎看讲？这个旺中集团伊写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立场。其实每一个评论、社论，拢有家己自由发言的立场啦吼。不管是咱在座四位，其实每一个人立场或许拢无共款，所以我是感觉尊重伊啦。因为对阮来讲，其实咱中华民国的百姓，其实咱讲虽然经济感觉袂歹，也毋过所得是毋是讲真正？有照顾到一般的老百姓，其实可能是有时咱坐咧办公室内，无法度去体会到为什么韩国瑜的风气会起来，就是到即马民进党到即马执政党，佫无法度去体会到为什么风会起来，为什么会起风？那无拢为什么会起风？其实这拢是共款，表示百姓过了介艰苦。所以呢，我是感觉讲莫咧讲社论写啥物，我是感觉尊重伊安那写啦吼。也毋过对我来讲，我是感觉讲爱台湾，阮敢无比恁较爱台湾，阮台语也无讲甲比恁较歹啊。那你讲阮如何为台湾拍拼？其实我是感觉讲，咱看这几冬来。咱台湾不管是讲规个农产品嘛好啦，规个看民进党伊规个各部会，咱看几万条分无做拢足加。但是这苏维的这个问题，其实嘛是这个马政府开始就有，所以咱若要看，其实是小连锁爱看的啦，嘿，做一个菜。所以咱看到现主席这个蔡总统的动作嘛是有咧查啦吼。不过咱要搁请教这个民委，就是讲。你安怎看讲这个社论这个部分啊？伊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
其实咱嘛尊重立委这个意见，就是讲，因为这是这个一个报社，伊这个评论的这个部分，伊徛有伊的这个立场，但是咱对着讲，这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国，还是中国，这是爱讲好清楚的。因为伊若是讲，韩国如就是中国，伊佫行入去中联办，这其实拢会使相牵连的。咱讲到这个中共代理人的问题，其实拢是做一个总统的参选人、候选人爱互检验的。是啊，咱其实看到这篇社论，咱网上的社论，其实感觉到讲，其实这个口气啊，是讲这个口径，其实就亲像中国的这个中联办写的物件共款。伊讲是伊足支持这个韩国瑜，因为伊认同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概念。其实台湾人就是毋是中国人。台湾人的意思是讲，咱台湾人作为一个认同，咱台湾人作为一个共同体，咱台湾人作为一个国家，咱是咱家己的，毋是中国的。咱看到香港的状况，咱看到香港的少年家安尼，咱难道搁要做中国人吗？咱看到互人枪支拍甲安尼，左手的结果讲啥？无遐尼严重啦。看到说，这就是和平统一啊！和平统一，中国讲的和平统一就是安尼啊，甲香港拍甲安尼啊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人少年家啊，少年人也是讲做侪人，其实拢感觉讲，阮就是卖做中国人，因为做中国人，咱看到即摆香港就是安尼啊。请问国民党要甲咱带往后一个香港吗？立场无共拢袂要紧，咱会当来讨论。但是你的立场，你认为你是台湾人，就是中国人立场，就是压迫到咱想要做台湾人。这是我的厝呢，我想要住伫遮，想让你逐工伫遐叫我搬厝，想你逐工伫叫我讲咱厝这壁拆的啦，咱做伙啦，想要安尼？咱台湾人就好伫遐徛起啊，台语咱会当来比啊，但是咱比台语的问题是讲，咱毋是爱台湾，毋是靠你靠你嘴顶咧讲的啊，你是真正你中国国民党，你头前搁一个中国，你讲你爱台湾。你讲中国咧台湾拢爱改名，所以有中国时报你爱去改名。你主席对啊，伊就是出卖台湾的报纸啊，歹势伊就出卖台湾报纸。有中的那中兴大学中怎么办？中国医药学院要安怎？只要有中的拢爱改，安尼咱台湾吼，敢若要开这改的是讲，恁党主席讲恁要签和平协议，这毋是出卖台湾，啊无是啥？其实吼，你想要甲台湾变做香港即马安尼吗？我问你是要安怎？你为着一个台湾有家己的主权啊！咱中华民国的总统敢有捍卫中华民国？咱第看的总统出去国旗也唔敢举啦吼。哎呦，但是这个咱爱甲蔡总统回一下，伊即回去这个美国。都互阮嘛到即马即回去才去啊！正前几回敢有？敢若讲中华民国拢唔敢讲。到爱互阮立法院安尼不断咧甲伊推落去，才敢讲。但是嘛有讲到吼，这个场合这个问题啦，其实爱看场合嘛吼。虽然这个郭台铭嘛要送这个国旗的这个帽仔予伊，但是伊即回是展现伫伊这个徽章面顶嘛，所以讲爱台湾真侪方式，国旗是一种方式。这个但是咱若是有做的，就是爱甲鼓励，亲像咱这个韩国瑜总统，伊若是毋是总统啦，总统参选人，伊若有做伙，咱嘛是爱鼓励，就是。共款是天平的两端啦，就是伊做好，咱那个鼓励，但是毋是讲检验的做伙检验，拢袂要紧啊，阮嘛感觉袂要紧啊。中华民国的英文叫做 Republic of China， 你中华民国就是中国。你简单来讲嘛 ，Republic 叫做共和国嘛，China 叫做啥？我请问 China 叫做啥？中国嘛。我跟你讲啦。蔡英文已经执政3年外，恁若要创啥吼，恁会使发嘛？恁拢做袂到的代志，讲法恁偌爱台湾，其实吼，袂使咧选举的时阵开始伫遐挥，我是感觉我无咧挥，我是咧讲一个事实。的是经济，所以为什么韩国瑜会发起来？为什么韩国瑜和所有恁高雄已经输甲黑，为什么会输甲黑？高雄6岛内底为什么高雄会输甲黑？就是代表你高雄，你看民进党执政遮尔久，输甲黑，表示讲民进党执政这3年来是无成绩的，无恁袂输甲黑，所以这部分哦，有做唔对，有做了无好，爱检讨，唔是所以咱嘛真正望韩国瑜这个高雄市长真正好好伫高雄来发展。其实伊若要参选着总统，其实伊对着高雄市民爱先交代互清楚，因为这个市民想要问讲，你伫遮还未满一档，你是成绩是啥物？爱真正捧出来互人看啦吼。其实讲蔡总统韩国瑜教条就是讲伊执政的这3年来，伊做无好是啥物？所以
蔡总统现主席爱展现的是什么？就是伊甲伊执政的成绩嘛是要赶快盘出来。所以两个候选人徛伫共款的立场，拢是爱为着伊家己所做的个人的道德也好，这个个人的这个执政成绩也好。所以3年来蔡总统做无好的，若是真正做无好的，咱真正该放大来检视嘛无要紧。所以咱共款的标准嘛是要对着高雄市长韩国瑜，伊即摆要参选总统啊，咱最后先请这个教授啦，你安怎看吼？这回国民党甲这个民进党两个已经有这个候选人产生啊，但是这个国民党内部也有郭台铭、王金平，还有这个白色力量这个郭文德。我若单纯做一个选民来讲吼，我是讲愈侪做愈好啦。愈侪做愈好，因为卖跟咱两个吼，老是点啊男女啊，这吼我有点厌烦啦。那唔干那3组啦，你4组5组，我是感觉好，因为我大概咧选举的时阵吼，就会面临讲哇，我是爱烂棚口拣一个较无烂的这个问题。就想讲有一个较新的啦吼，所以讲那我对我家己来讲啦吼，我是无希望讲干那2组尔，因为我的选择性真正很有限。选择性有限。我是讲免讲什么。有啦，这个多元的社会啊，有这个较多元的选择啦，对吧？对啦，吼，过来就是讲迄红色媒体的问题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踮台湾上可贵的就是讲，你踮台湾，你会使大声讲你是台湾人，嘛会使讲你是中国人，你拢唔免去负什么法律责任，这就是台湾的可贵。啊，咱来加珍惜。